作为穿越者，没金手指，还被管家下了毒。林城，亏本家主这么信任你，让你跟随左右，你竟敢在我突破之时下黑手！丁，最强家族系统已绑定，恭喜宿主获得混沌神童，被动全族总和，宿主可获得全族全部修为。宿主家族中会出现天命之子，宿主可与其绑定，赠送系统物资时获得100倍反馈。绑定满6人后，开仙门成仙帝。金手指总算来了，成仙，哈哈，无敌！全族总和开启。丁，发布任务，家族遭遇危机，气运之子叶辰即将殒命，即将于林城之手，请宿主速解决危机。林城，咱们的总账该算了。叶辰，你竟敢偷盗我紫灵宗至宝！胡说！叶辰明明是在闭关之时被你们偷袭打伤，怎么可能偷盗过你们紫灵宗至宝？叶长老，此事可是由我亲眼所见，那宝物就在叶辰房中，这是我从房中刚刚搜出来的。林城，你家主如此信任于你，你竟然吃里扒外！哈哈哈哈哈！我为你叶家当牛做马20年，救命之恩早就还清了。何况我从来就不是叶家之人，我来此就是为了当年你们叶家获取的宝物。乖乖把东西交出来，我还能给你们一个痛快。原来我知道了，叶辰根本就没有偷过你们宝物，你们只是想以此为借口灭我叶家。是又如何？弱小就是原罪，你能奈我何？你们就不怕我叶家家主之怒吗？你们还真以为叶道苍能突破到宗师？实话告诉你，我已经给他下了无色无味可屏蔽真气检测的银蛇胆，在这等剧毒爆发之下，他必陨落。你畜生！家主待你不薄，你竟敢暗下杀手！翩翩欺辱，也敢在我这先天大圆满面前争锋，不自量力！我刚刚收到消息，叶家有魔修者在外肆意滥杀无辜，我等乃正道修士，理应绞杀魔族。今天叶家当灭，灭我叶家叶培！家主，叶辰，天命之子，天生剑体，体内有无尽澎湃的剑道力量，有大地之姿，是否绑定？果然不错，绑定。太好了，家主没事，必然是突破成功，成为宗师，叶家的危机解除了。宗师，他突破到宗师了。林城，你不是跟我说他必死无疑吗？叶道苍，你竟然没死！你怎么可能没死？怎么，你很失望？区区银蛇胆还要不了本家主的命？林城，没想到本家主刚刚出关就见到这样一番好戏了。林城，幽冥教战将之一，当年发动覆灭叶家一事，收到命令，潜伏于叶家之中，寻找那件神秘宝藏。竟然是幽冥教！20年前，父亲获得一样宝物，被他们灭了全族，叶家才逃避至此。没想到他们竟然一直隐藏在叶家。今日本家主刚刚出关，就拿你们的命来庆祝一下。家主，不要！我可以继续为你做事，我还知道很多情报。叶家主，我可是紫灵门的人，你不能杀我。
只要你放了我，我们紫林门可以给予补偿。哼，你们的死就是最好的补偿。恭喜家主突破宗师！恭喜家主突破宗师！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无上剑诀圣春丹1枚。家主，都是我无用，我如今已经成了废人。胡说！有我在一日，就没有人敢说你是废人。你未来一定会成长到让那些人望不可及的高度。吃下吧，对你的伤势有好处。紫林门如此欺辱我叶家，我定会上门为你讨回公道。这竟然是天阶功法，家主如此恩厚，我必然要好好报答家主。是，100倍回馈已启动，恭喜宿主获得混沌剑体、无上功法、青莲剑诀。混沌剑体，天下第一体质，可快速领悟剑法剑意。青莲剑诀超脱天阶品质，大成之时可解锁领域，越劫而战；大圆满之时可一剑开天门。丁，检测到家族中出现气运之子叶炎，正遭遇紫林门退婚危机，请宿主前去帮助。退婚了，太点了！又一个可以绑定的100倍回馈，爽！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岂能配得上我师妹？此次前来是来通知你，婚约就此解除，希望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杨妃，婚约之事乃是父辈定下来的，你若不愿，我不会勉强于你。可你今日却强行登我叶家之门，羞辱我叶家，实在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又能如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尔等有反抗的机会吗？我的目的你已经知道了，速速将婚约交出，我还要修炼，不想在此耽搁。好，婚约解除，但你记住，这一次不是你来退婚，而是我叶炎休了你！大胆，竟敢羞辱我师妹，可笑而不自知的蠢货！实话告诉你，我紫林门长老已经上门，今日要灭你叶家，我先送你上路。叶家有本家主在，天下还无人有这本事。叶炎，天命之子，金乌圣体。此圣体可通过吞噬异火提升，因内有灵魂体吸收灵气，但灵魂体对其并无恶意。遭遇退婚流，坚定道路，只待可以修行后，便会一飞冲天。是否绑定？这熟悉的模板太主角了。绑定？你怎么会？你不是被下毒了吗？你为何没事？想不通，去地狱里慢慢想吧。堂堂叶家家主，就这点本事吗？哼，同样都是宗师3重，我就不信你能强于我。给我！你是怎么做到？
多谢家主。你可知我为何放跑此女？今日之辱，你要亲自复仇，才可道心通透。多谢家主好意，只是我如今是废物之体。你的事情我听说了，只要有向上之心，必可成为一方强者。这戒指中有2样东西，你拿着，对你的修行大有好处。100倍回馈已启动，恭喜宿主叶道苍获得乾坤大道图，内有无上乾坤，可释放高于宿主1个大等级的全力一击，冷却时间1个月，天阶顶级阵法天下灵气阵，可在家族之中布置，提升5倍灵气浓度。丁，紫灵门屡次3番想灭叶家，触发任务3日内剿灭紫灵门。好好修炼，3日后踏平紫。穆老，刚刚您为何一直不曾言语，连灵魂波动都不见了？不是我不回答，而是你们的家主应该已经知道我的存在了。他知道我对你没有恶意，所以没有点破罢了。家主说3日后要带我去踏平紫灵门，我如今连后天都不是。他不是给了你一枚戒指吗？看看里面有什么。异火可以修复灵魂的上品灵药。穆老，家主果然发现你了。看来你我师徒2人早就被人看得通透啊！有了这等灵药，我就不必再吸收你的灵气了。按照我给你的言诀，吸收异火，3日内你的实力将突飞猛进。家主对我如此之好，我必然万死不辞。紫灵门，等着接受我的怒火吧！真是一群废物，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非要本掌门亲自出手。实在是那个叶刀苍实力强大。够了，此事不可外传。本掌门3日后就可出关，届时会亲自灭杀叶家。是。幽冥教的功法果然不错，我若灭了叶家，拿回宝物，幽冥教的大人们还会给我高深的功法。叶道苍，你死到临头了。从今日开始，家中后辈之人资源翻倍，只要有灵根之人就可修行，不可懈怠。家主，可是家中宝库资源有限。放心，这个我自会解决。告诉叶晨，3日后让他去紫灵门复仇。放心，我有万全之策。是。先将阵法布置下去。有不少家族成员都在瓶颈之中，有了这个阵法，短时间内会有大量的人突破，而我的实力也会突飞猛进。灵气为何如此浓郁？我的瓶颈正在松动。给我破！
好强大的灵气气息，我眼看就要突破失败，没想到竟有如此强悍的灵气汇入体内。这一次我必然成功。差不多了，家族总和开启。宗师大圆满，成！紫林门，你们的末日到了。不愧是天命之子，短短3日就能到达如此实力，恐怕用不了几日就可以突破到宗师了。站住！尔等是何人？这里可是紫林门。叶晨，你之前偷盗我宗门至宝，被驱赶出门，如同丧家之犬，竟然还敢回来！哎呦，旁边那个不是无法修行的废物叶岩吗？被大师姐退了婚，怎么？这是要上门当舔狗，渴求大师姐原谅？我叶家之人从不主动欺负人，但也不会被他人欺辱。你受到的屈辱，今日100倍奉还。是。一个被废掉的人，竟然还敢！他竟然是先天大圆满！快跑啊！果然，叶岩，恩怨你自行了解吧。是，杨飞，今日你我一战，我要告诉世人，我叶家儿郎从不弱于他人。你一个无法修行的废物，就算重来1万次，我也只会说你配不上我。短短3日，你就到了先天大圆满，怎么可能？这就是你欺辱人的本事吗？我看谁敢在我紫林门撒野！叶道苍，我还未曾去找你，没想到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我看你们年纪轻轻，杀戮就如此之重，老夫今日就为天下除害。太好了，将门出关了！如今已经到了凌强8重，这几人必死无疑。这点微末实力就敢来我紫林门，就算是天骄又能如何？今日还不是要陨落？叶岩，纵然你有奇遇，可今日也是必死无疑，而我将会登上顶顶。掌门之威，你们的家主可挡不住。对付你，何须我亲自出手？一幅画，一道化身足矣。这是何物？为何有如此强大威压？你还不配知道？区一幅画作，也想镇压我等，不自量力！诸位长老，与我一同出手！你们果然和幽冥教有关系，没想到一直以正派自称的紫灵门，竟然会投靠邪教。只要能够提升力量，邪教又能如何？这是掌门的成名功法，堪称半步天人。叶道苍必死无疑！叶道苍，我紫林门底蕴深厚，杀你如同杀狗。一道区残影，真当我宗门是你撒野之地吗？那就死吧，剑来！吾有一剑，正好借尔等试试锋芒。
紫林门屡次犯我叶家欲灭我族，今日便灭你紫林门。这是灵桥大圆满，不要杀我，我可以告诉你幽冥教的所有事。不必了，我踏足顶峰，幽冥教抬手可灭。叶晨、叶岩，一个不留。是。做得不错，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悟道士一座，外部1日，内部3日，可提升30%领悟几率，获得不朽之王道果1颗，功法青莲剑诀小成。叶长风，紫林门的宝物全部带走。是，这次真是发财了。紫林门可是传承1000年的庞大宗门，底蕴深厚。这边的事就交给你们了，我有事，先走一步。没想到叶家竟然会有如此底蕴，只是一道意念化身和一幅画，就直接灭了紫林门。那等宝物，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只怕过了今日，整个天州再无几个势力敢招惹叶家。主上，紫林门被叶道苍所灭。哦，那叶道苍之前不过先天大圆满，如今竟然能斩杀灵桥强者。据说是此人手中有一至宝，非常像火云宗的镇宗之宝乾坤图。果然，叶家拿到了火云宗宝藏，不然他实力不会提升如此之快。其中一物关乎我魔族地主大计，盯紧他们。过几日我会亲自出手灭杀叶家。是，主上。前几日那至宝之处的消息可为真？属下已派人前往探查，确实有至宝，只是被人……废物！立刻将至宝夺回，不然我要把你炼成尸魁！是，属下立刻去办，定将至宝夺回。被我幽冥教盯上的东西还没有能逃出去的，今日天上地下，你插翅难逃！哈哈哈！叶安澜，你到底是无路可走了！我叶安澜存于世间，从未畏惧。纵然尔等修为高于我，我也可弹指间将你们踩在脚下。这小子从最开始就骚话连篇，事到如今，竟然还敢口出狂言，灭了他！你这一招不错，但可惜不入无之言。恒古以来，还没有谁能够在本座手中置至宝夺走，更别想杀了本座性命。本尊无敌于世间，哪怕我被你3人围攻，只需一手就可以应敌。只待本座成长下来，天下将无人再是我之敌手，届时人生将是寂寞如雪。妈的，我忍不了了，揍他！小子，你刚刚不是挺逞能的吗？不是说无敌于世间吗？无敌于世间，对我来说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真强者从来不会被眼前的困境所难倒。本座有无敌之姿，
终将踏破星辰古路，征战诸天万界。仙之巅，傲世间，有我安澜才有天。叶安澜，天命之子，帝霸圣体，半觉醒，又称骚化之王。只要骚化连篇，装逼不断，就可以提升战斗力。身怀种子钥匙，只要将其炼化，就可彻底击制。是否绑定？骚化之王，这还是太点了。绑定。直接出手杀了他！万年万古路，今日一死又有何妨？哪怕化身一株草，亦能斩尽万古星辰。吾之意志，终会威临诸天。想杀我族人，问过我没有？谁敢阻挠我幽冥教？是叶道苍。英雄不问出处，这一次多谢了。放心，这份恩情我心领了。待到本座映照诸天之时，届时你歌颂吾之真名，轮回之中可以得见永生。闭嘴！我是你家主，你如今身受重伤，还是赶紧炼化你身上的宝物吧。对了，这个给你，配合着使用。100倍回馈已启动，恭喜宿主获得准地级神兵青云剑。身上正好缺一把宝剑，我突然发现，系统每一次给的奖励正好对应着下一个天命之子，系统深得我心啊！放心，今日阁下之馈赠，来日本身必然1000倍100倍奉还。本尊会带你游历世间，何人敢言无敌？有谁人炼化？赶紧炼化！先解决了你们这几个臭三叔，我再……阁下既然已经到了，何必藏头露尾？叶道苍，不愧是获得了火云宗宝藏之人，实力果然不俗。不过今日便是你陨落之时，火云宗宝藏是我幽冥族的了。灵巧，你怎么？灵巧和宗师一境之隔，实力天差地别，还不速速投降？打就打，哪来这么多废话？既然你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幽冥神剑，这招灵巧3重都不敢应接，在这招下是你的荣幸。这么久以来，还一直为自己出过拳头。混沌剑体，让青莲剑法开！世间纵5万般法，我自一剑上顶天。你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越界而战？幽冥教也不过如此。我先送你下去，其他人很快陪你。主上救我！区叶家竟然给我幽冥教造成那么多麻烦，不过今日过后再也没有了。嚯！这家伙果然恐怖，到底是天人境强者，恐怖如斯啊！准地神兵，看来你叶家在火云宗宝藏之中蛇意一主，这些宝物与我有缘，何该为我所得？你死吧！和我幽冥教为敌，是你此生最大的错误。还想杀我，先下地狱的是你！天人境果然恐怖，确定在这里倒下。
丁，易安兰突破成功，获主兔主百倍修为反馈，青莲剑诀大成，可释放领域，越级而战。什么天才人物？不过如此，还不是本教主的？剑之领域，你竟然领悟了剑意，这怎么可能？世上还无人能杀我！给我死！世上还无人能杀我！给我死！该死！今日若是本尊降临，你必死无疑！等着吧，用不了几日，本尊会亲自降临，灭你叶家！住手！住手！叶家主，之前都是误会。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百亩灵田，下品灵脉1条，他化自在法，青莲剑诀圆满，领域大成。走。尔等鼠辈，今日真是逃过一劫，不然等本尊成长之时，必会……收起你的骚话，赶紧走！幽冥宗屡次3番找我，看来是为了我父亲当年获得之物，我倒要看看是什么。该死，叶道苍！本座竟在你手里吃了瘪！来人！马上传出消息，火云宗的宝藏就在那叶家之中。什么？主上，如此一来，宝物岂不是被他人瓜分？你懂什么？我只需要那其中1样宝物，此物对地主极为重要。我要叶家死在无尽浪潮中！是。当年父亲就是因为此物，才导致家族被灭。如今看来，和火云宗的秘密有关。检测到地级气息，100万年前火云宗宗主的令牌，魔族入侵，宗门抵抗几乎全灭。此乃打开宝藏的钥匙。我只知道100万年前曾有一场大战，打得天地崩坏，世间再无大地，无数生灵陨落。原来竟是魔族入侵。火云宗曾经可是有数位大帝坐镇，宝物必然恐怖如斯。
这里的天地足足有3倍枫林县大，光是这药田之中，就有数百个天级药材的等级。等等，这个是……天火橡木，天阶顶级灵芝，其叶可制作灵茶。吸收后可以提升人的悟性，每500年一结果一次，结出的果实可帮助人修行。丁，灵泉水。每一滴之中都蕴含着天地之道，饮用之后可以提升顿悟几率，可助人突破。地龙之心乃是大地天道孕育的远古生灵，为天道所生，世间罕见的灵物，其血脉拥有无上神力。地龙之心。据传说，在远古时期，天地无数生灵孕育灵智，甚至有经世修道成功。只是如今早已不见。没想到，我竟然可以遇到一个地龙之心。光是极品灵石就有数千万，这哪里是钱？这分明就是我的实力啊！系统，可否将整个小世界收录？发布任务：解救叶家天命之子叶浩。又来一个，来的越多越好。都怪老奴粗心大意，才使得少爷至尊骨被挖，身受重创。老奴万死难辞其咎。是我自己粗心大意，没想到林家之中竟有人能看穿我的隐藏。再往前就是天州叶家，想必已成废墟。能死在家族里，也是我的归宿。本座耗费了几日，总算找到你们了，看你们还往哪里逃！二长老，尔等已经夺走我少爷至尊骨，难道连最后一丝活路都不肯给吗？至尊骨意义重大，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反正对尔等来说都是一死，早死晚死都一样。幽冥教的人，不管到哪儿，都是一股臭不可闻的味道。你是何人？叶浩，天命之子，天生至尊，逃亡途中被幽冥教所抓，至尊骨被挖，身受重创。只要心怀大志，亦可成长为顶天立地之人。是否绑定？绑定。你是当年从叶家逃出去的分支，我是叶道苍，乃叶家家主。三叔。你是我亲三叔啊！不，三叔，你快走，走！浩儿，你都这般大了，放心，有三叔在，谁都伤不了你。叶道苍，你就是那个叶家家主？没想到教中悬赏之人竟然会被我遇到，走得了吗？既然来了，就一起死吧！老二，此子不简单，老三都死在他手里，我们一起出手，一起灭杀。联手也好，省得我一个一个收拾了。哼，你一个小小灵桥一宠，
能让我2个天人一宠共同出手，已是荣耀了。今日我2人便送你下地狱。那2人是幽冥教大长老、2长老，实力果然恐怖。相隔这么远，依然觉得神魂欲碎。2位天人强者竟然合手对付一个灵桥境。幽冥教做事向来如此，斩草除根。这年轻人怕是下一秒就会被撕成粉面。2条狗，叫叫就算了，还想咬人？青莲剑诀，开天！庶子不知所谓，竟然敢硬扛！今日就让你知道。不对，小心！如此未能压迫，换成我们必会被4肢镇压，直接秒杀。他不过灵桥1宠，竟然能以1敌2，而且还是2个天人境强者，这份实力，舍我其谁？不对，他的剑招之中蕴含天地大道，他是万古罕见的剑道天才。当年无上剑帝李白于200岁才领悟剑之大道，他不过50就有如此实力了。 2个天人1宠，也不过如此。人不要太自信的。本长老承认你有抗衡天人1宠的实力，但你就真觉得我2人奈何不了你了？老二，用技术！我幽冥教灭杀的天才不知凡几，你也会是其中之一。本座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血燃术，幽冥斩！这是2位长老的绝技，燃烧精血，以幽冥功法运转，可引动大道法则，能斩天人5重强者。这年轻人死定了！就算你有天纵之姿，能够越劫而战，但你最多不过剑势大成，只要不能施展领域，对我2人。 根本就没有威胁，那我就满足你，大成领域。啊！领域大成，叶道苍竟然领域大成！万古岁月以来，100岁内领悟剑意领域的不过100数，为允硕者皆是天地大能，甚至有撕破虚空、飞渡成仙者。在领域之中，战力可以几10倍，乃至上100倍的增幅。难道？ 我们要亲眼见证一位镇压万古的绝世强者出世吗？叶道苍，今日之事我们可以就此作罢。我敢作保，幽冥教以后绝不为难你。唉，领悟了又能如何？毕竟只是神桥。这2个人到底是幽冥教的大长老和2长老？幽冥教势力庞大，叶道苍根本不敢杀。是啊，幽冥教底蕴深厚，高手如云，杀了他们就是捅了马蜂窝。 叶道苍，你也知道我幽冥教实力，你若是放我们离开，不必了，你们的命太脏，还是留下吧。天哪，那可是幽冥教的大长老、2长老，位高权重，就这么一剑被杀。 叶道苍如此杀伐果断，成长起来必然是一方巨擘，无人可敌啊！三叔，对方可是幽冥教，就这么杀了？无妨，如今你根基受损，先疗伤片刻。这是他化自在法，只要你苦心修行，没有至尊骨，依然可以成为强者。多谢三叔。哎呀，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宿主实力提升，灵桥大圆满。无始时沾染无始大地地之法则，达到神童境初期，可动用其中大地之威5分钟，冷却时间1年。无始时来得好，那幽冥教首领之前被我砍伤，又看上火云宗至宝，必然会上门遭难。有了这块石头，就可保万无。走，回家。是。 你们之事都与幽冥教有关，如今叶家与幽冥教水火不容，
我想，幽冥教过不了多久就会攻打我叶家，尔等要勤加修炼，守卫叶家。是。幽冥教不断搜集宝物，特殊体质，还有至尊谷这般半生之宝，到底意欲何为？哼，区幽冥教，土鸡瓦狗耳，我抬手可灭。届时只需我一人出场，一根手指，就可以让他们魂飞魄散。滚去修炼！我现在只是灵桥大圆满，先要突破到天人境，才能到达神童境初期，只能靠这几个小家伙了。正好，我有一些灵脉和灵田，还有阵法，先布置一下。教主，你之前说有了火鹰宗宝藏的消息，该不是拿我们寻开心吧？诸位都是这天州有头有脸的强者，我幽冥教虽然势大，但也绝对不敢与诸多势力开战，更不敢拿此事作为玩笑。此事千真万确，紫林门被灭之事，诸位应该已经知晓。那叶道苍疑似用了火云宗的乾坤图，才镇压诸位强者。火云宗曾经与我天云教有缘，不少法宝都是我天云教中所有，望诸位莫要抢夺。若真是如此，我妖族定会鼎力相助。不过之前宝物的归属可要说好，不然容易起萧堂之祸。我所要只有一物，地龙之心，其余东西各位平分就好。只要有了地龙之心，地主的伤势就可以更快恢复，运筹无尽岁月，我魔族终于可以重现人间。既然诸位没有什么意见，那我们便立刻召集强者出发。放心，我天云教教主会带几位长老亲自出手，这几位可都是涅槃境皇级强者。我妖族同样如此，我幽冥宗同样也有底蕴。这样，一家出2位涅槃强者，6位涅槃强者，就算是逍遥强者，也要避其锋芒。就算吸收了全族实力，也不够突破到天人5重，距离神通初期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还有一法，倒也不急。丁，触发任务，叶家遭遇灭族之危，解决危机可获得巨额奖励。之前只是说有丰厚奖励，这一次竟然是巨额奖励，倒是期待的很啊！叶道苍，贵客降临，都不出来迎接一番的吗？都来了也好，明的暗的都汇聚一堂了。不知几位来我叶家是为何？早就听闻你叶家年轻一代无比妖孽，特此来切磋一番。也不知你们的实力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这是想来个下马威震慑叶家。若这几个天骄战死，叶家人心必散，灭叶家也会省力很多，倒是好计谋。可惜你们算错了对象。你们可敢？有何不敢？同级之中，我叶安澜就是不败的代言。
好杀杀他们的锐气。什么？直接被秒杀！那些天才之人，哪怕放在中州之地，也是各大家族和宗门吹捧的存在，结果被叶家之人全部都秒了。这4人实力强悍，出手果断，就算骚化之王叶安澜，也是恐怖如斯。如果叶家能够度过此次危机，未来无可阻挡。这群没用的东西，罢了，反正只是一群棋子。诸位不必留守，共同出手，打破他的大阵。好！这是不装了啊？也好，我也准备摊牌了。动手！能够抵挡法天境的阵法，哼！你们叶家果然得到了不少好宝物。不过我们早就有所准备，出诛仙剑阵！这是传说中的诸天剑阵，听闻此阵法无比恐怖，可以吸纳天地之力，就连涅槃境强者都曾陨落过。叶家的阵法虽然厉害，恐怕支撑不了多久，就会轰然而碎，届时也将尸骨无存啊！叶道苍，你真以为获得一些宝物就可以安然无恙、高枕无忧？这诛仙阵法依靠于天道之中，只要凝结而成，不杀光空间内的生灵，便不会停下。我们可是花了大代价。没错，除非有4个大成神体汇聚神体之力，对抗天道，才能击碎诛仙剑阵。只可惜这天下之大，大成神体万年罕见，更别说一下出现4个。 4个大成神体吗？这有何难？去！好。盖天，咦，此人与我同名同姓，经历竟然与我如此相似。马破苍穹，一个没有魔法、斗气化马的世界，同样遇到了未婚妻上门退婚。超美世界。 一位少年同样拔了至尊骨，但是一路崛起，成为万古一帝。棺材3部曲之不朽之王安澜篇，竟然以本作之名命名，不知道你够资格不？有点东西。这个叫安澜的不朽之王，确实有本作1%的风采啊！叶家主这是做什么？难道穷途末路之下，黔驴技凶，开始胡乱作为？ 怎么会？只是看了几本书就变成了大成神体？那些书到底是什么？这太不可思议了！啊，那些书不对，那4个人本来就是神体，那几本书只是让他们的神体彻底觉醒。天哪，4个神体，叶家若渡过此劫，将无人能挡。 这不可能！大成神体什么时候变成大白菜？今天必须灭了叶家，不然4个大成神体加上一个神秘莫测的叶道苍，只要稍微成长起来，幽冥教将荡而无存。叶道苍，看来真如众人所料，你真的获得了火营宗的核心宝库，否则你从何解释你叶家的发展和众多天骄的出现？没错，火云宗核心宝藏。 确实在我手中，那又如何？好，好，好，承认便好。虽然你破了诛仙剑阵，但你叶家阵法也已千疮百孔，4位神体也未曾成长。诸位，随我破阵！哈哈哈，发财了！火云宗的核心宝藏，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以宗门1000年之用。就凭你们几个废物，也想拿这种宝物？ 尔等配吗？丁，4位天命之子临阵突破，到达大成神体，
获得100倍回馈，修为提升至神童1层。天啊，那可是法相境强者的全力一击，足可以毁颜灭地。就算叶道苍活下来，家族也会被摧毁。仙路尽头谁为锋？一剑无使道成空。给我！这是何人所为？为何给我一种如此恐怖的感觉？仙路尽头是为锋，一剑无使道成空，这需要多么强大的自信？这怎么可能？叶道苍手中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底牌？就连当年天火宗恐怕都不会有如此底蕴。这实力怎会如此逆天？你打，为何会有如此底牌？巫师，到底是谁？下地狱后，你自会知道。叶道苍，我承认，你确实让我等小看了。不过，我等为了今日，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我等背后可是有涅槃强者。肃请老祖前来斩杀此贼！什么？就连涅槃境的存在都已经被惊动了？怎么样？用尽所有手段，最后还是绝望的感觉如何？叶道苍，这便是你与我幽冥教作对的下场。几位太上长老，还不赶紧出现！太上长老，老祖，别喊了，他们刚刚都死了。割裂虚空，隐藏其中，这是涅槃境强者，那可是我们南域最顶尖的存在，体内法力如海，威能无上，竟然被叶道苍一只手给捏死了。不对，他是怎么做到的？你们快看，叶道苍身后有无数异象，脚踩大道，头顶时空长河，这是大地之力。不可能！你不过神童境界，怎么能抬手灭涅槃？我知道了，是火云宗的残破地器。哼，这等宝物只能使用一次，而且你必会遭受反噬。实话告诉你，我们几大势力在百里之外还纠集无数好手，今日必灭你叶家，为我等老祖报仇。原来如此，这只是火云宗的一样至宝，叶家底蕴再深厚，也无法击杀百里之外的敌人。叶家还是要……这是哪里来的血腥气？竟然如此浓郁！等等，我刚刚接到家族中传信，千里外有一支10万人强者队伍，瞬间化作血雾。我也得到消息，万寿山上有数十只恐怖大妖，身后小小百万，被一只红色巨掌全部灭杀，血腥直冲天际，连太阳都被遮蔽了。他一掌竟可横跨千里，有灭世为能。那宝物不是只能发挥一次吗？你为何还能动用？这到底是何等宝物？相隔千里，竟然能灭杀无数生灵！你下地狱后，你自会知晓。死吧！不要！我们是受了幽冥教蛊惑，日后我们可以携重礼来赐陪。灭！护身至宝。叶道苍，你只是暂时赢了，在那些我族真正的大恐怖面前，你也不过是蝼蚁而已。等着，等时候到了，会有人亲自取下你的人头。不留一些代价就想走吗？叶道苍，我定与你不死不休！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混沌剑体提升为鸿蒙大道体，境界提升至法相1重，极品灵脉10条，天阶聚灵阵1座。鸿蒙大道体万千事物起源之体，内含万千大道，可吞噬同化万物，转化为鸿蒙气，亦可孕育一方世界。丁，触发任务，请宿主剿灭敌对势力，让叶家之名响彻天下。任务完成后，将获得丰厚奖励，4处势力位置已锁定。这奖励可是顶得上中州上古巨族了。有了如此底蕴，叶家必会一飞而起，我的实力也会水涨船高。叶家天骄何在？在。这手令中乃4大势力所在之处，尔等带人前去灭门。是。这叶家家主当真是恐怖如斯，如此恐怖的巨大危机，只挥动了3次手掌就将其解决。此番威力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3掌灭敌
此事怕是要传扬千古，叶家威名将横贯大陆，无人再敢轻易招惹。不行，我要赶紧回到家族，立刻下严令，不得与叶家发生任何冲突。家主，动手之人乃是万寿山、天恒宗、幽冥教、神元门，他们的顶尖强者虽然被你歼灭，但是还有不少好手。我叶家子弟实力尚浅，想剿灭他们无妨，我已做好万全准备。陪我手谈一牌，如何？大胆！这里可是天恒宗，怎么死？可不是尔等放肆的地方，速速离开！你们这身衣服，这不是叶家的人吗？哈哈，我知道了，你叶家被我们宗主灭门，你们是想来此报仇？就凭你们几个，你们宗门前去之人，皆已被我叶家家主所灭。放肆！休要妖言惑众！不可能！与我一同出手！是叶道苍，我们宗主竟然真的被他杀了！这是何等手段！不要看我！不要看我！啊！这眼神，我仿佛看到了修罗地狱，尸山血海呀！什么？两尊成名已久的强者，竟然被叶道苍一眼吓死！叶哥，这万寿山内有无数妖兽，如今已然暴动，凭我们几个恐怕有家主令牌在，哪怕是禁区，也可横扫无阻。朕杀！不自量力，尔等宗主被本尊以无上之力一剑灭杀，今日能死在本尊手中，是你们莫大的荣耀。与我杀！爹，没想到你会陨落在叶家手中，我身为人子怎能不报仇？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断绝父子关系，这仇不报了。拜见家主。家主，我等已经将四大势力全部灭门，寸草不生，也将他们所有资源全部带回。只是那幽冥教好像提前得到了消息，只剩下一些实力微弱的弟子。无妨，他们总会露出踪迹。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奖励，实力提升至涅槃一重，九转天功。九转天功乃上古先帝盘古大神所创功法，可强化体魂，另类成道。大成之时，可抵抗大地而不败。宿主法相将融合盘古虚影，可开天辟地，劈开一方世界。昂峰，速速将家中资源整合，扩建风灵县，规模起码要比现在大10倍。是，我立刻着人去办。前几日，我制定了一份家族奖励机制，你和几位长老看一看，发下去。这凡是家族可修行子弟，皆可获得10倍修行资源，每月可领取100枚修行丹药，灵根上佳者可获得50倍修行资源，凡为家族诞生子弟者，给予5000上品灵石。这，家主，我们虽然扫清了4大势力，也获得了天火宗秘宝，
如今资源很多，但是如此一来会坐吃山空，不到100年之内就会消耗一空啊！是啊，家主，还是要细水长流才行。毕竟我家族之中并无矿脉，而且扩展规模也没有那么多灵气可用了。放心，我自有办法，将这些东西布置下去。家主，这些修行资源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这里竟然有10条极品灵脉，还有10座极品灵矿，这怎么可能？这100年前，中州曾经出现过一个上品灵矿，就引得无数大宗门动手，杀得天昏地暗。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叶家也能有如此恐怖的底蕴。特别是这灵石矿，只要不将其中的精髓采完，可以源源不断，足够家族100万年的消耗了。只是这种宝物，我叶家真的能保住吗？此事只有你们几个高层知晓，外界无法探知。家族有大阵庇佑，去布置吧。是。丁，触发任务，一方来自远古的秘境即将苏醒，内有无数宝物，对宿主所绑定的天命之子有巨大好处，请宿主帮助天命之子夺取宝物，任务完成后可获得丰厚奖励。有一方秘境即将出现，你4人随我去。是。该死！那叶道苍怎会有如此逆天宝物？竟然可以发挥出大地之力！你就是本届幽冥教教主？是，地主，您苏醒了。天地灵气贫瘠，本地自封100万载，如今灵气复苏，天骄辈出，无数隐泄秘境即将出现，正是我魔族重现人间之时。本地自封之前，让尔等做的事如何了？地主，我们已经搜集了很多至宝和身体，等地主您彻底出关，就可吸收突破成仙。只是最近遇到一些麻烦。大地之力，不过一些宝物手段罢了，短时间内绝不可能再动用，不足为惧。有一方上古秘境即将现世，内有宝藏机缘无数，对我魔族大有裨益。你待此物，将之立即封锁，把里面所有宝物全部带来。圣兵，是，地主放心，属下必定办妥。这气息让我体内灵气流转阻塞，这定是上古时期传承至今的超级秘境，内部还有上古的天道法则气息，与如今的天道截然不同，里面定有无数逆天宝物啊！如此机缘，我等定然不能错过，到时就要各靠本事了。只怕要让诸位失望了，这秘境现在归我幽冥教所有，诸位还是请回吧。哼！你真以为你幽冥教天下无敌不成？此乃天地秘境，为天下人所共有。你幽冥教难道想与天下人为敌？在场有无数强者，一人一口唾沫也能将你幽冥教活活淹死。既然尔等如此霸道，那我们就强行打开秘境。诸位道友，随我一同出手！这怎么可能？10几位涅槃境强者一同出手，为何打不开这屏障？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实话告诉你们，这世间还无人可以打开这道屏障。区屏障，我弹指可灭。叶道苍，是你！之前让你这条老狗逃掉了，不过今日你跑不掉了。这秘境不错，
正好可以当做你的埋骨之地。哈哈哈哈哈！你真当以为身上有一些宝物就可以肆意妄为？我幽冥教的圣兵已经吞噬这小秘境的上古残破天道，你进不来。什么？竟然是圣兵！武神突破至准地境界时要经历九转，此境界之人被称为圣。天地已经贫瘠已100万年，武神都极难出现，圣兵就是无敌。圣兵原本就威压无上，可镇压万古，如今又吞噬上古残破天道，非准地不可破。看来这秘境确实与我等无缘了。现在我就是这方小世界的主宰，叶道苍，没有了宝物可用，你如今也不过是一方蝼蚁，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寸步难行。这世间还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好啊，本教主就在这儿看着，看看堂堂叶家主是如何突破圣兵封锁。只怕你没这个本事，让天下人耻笑。九转天宫，开天立地。哈哈哈哈哈哈！我还以为叶家主能有何本事，如今看来也不过尔。照出法相，拿着一把破斧子就想劈开。不对，给我！哇！那可是圣兵，圣人级强者已经触摸到准地境界，可以说沾染了一丝大地法则，坚不可摧。何况还吞噬了上古天道，竟然就这样被一斧劈碎了。这怎么可能？圣兵之躯竟被一斧斩灭，那道玉影更是……叶道苍，你究竟是什么人？杀你的人！不，快拦住他！去。小草竟然蕴含着无尽的剑威，这可是要领悟剑意之心，剑识圆满。他如此年轻，就能做到如此程度吗？这可是万古不见的天才人物啊！地主，救我！好恐怖的气息！你们看，连天空之中都铺满裂纹，天道都避之不及，远远遁开。这是大手的主人，难道是传说中的准地，或者大帝？叶道苍，你就是幽冥教背后之人。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好一个叶家，屡屡坏我好事。等我苏醒，我会亲自出手灭杀你叶家。想灭我叶家的人多了，但他们都死了，你也不会例外。九转天宫灭神，区区蝼蚁也敢与我对招？蝼蚁已有撼天之力，何况就对付你这条藏头露尾的狗，斩！就算我如今闭关不可出手，凭你这点实力也想伤我？那般强大人物，我等相隔这么远，身体都出现裂纹伤痕，他竟然能够一剑刺伤。叶道苍，刚刚那一剑可以洞穿虚空，具有极为恐怖的毁暗之力，已经触摸到了道的极致啊！好，今日之耻，我记住了。叶道苍，我定会将你挫骨扬灰。这就是幽冥教背后的人吗？他们到底在谋划些什么？看他的气息，应该是一尊大帝。凭我的如今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啊！要抓紧时间了。你们进去吧，各寻机缘。我感觉到有一股强大剑意正在召唤于我，就连我手中宝剑都有些按捺不住。好恐怖的燃烧之力，其中必有异火，而且是排名极为靠前的。若是能吞噬，我的实力定能飞速提升，更进一步。天不生我叶安澜，修行万古如长夜。我以霸道之气震慑天下，竟会有宝物让我有丝丝心动。那本座倒要看看，到底是何等宝物。我至尊骨被挖，胸前经脉不通，如今那被挖之处竟然隐隐有刺痛灼热之感，难道内有至尊骨同源之物？在我叶家之人出来之前，谁都不准入内。
过限者死。这秘境之中竟然蕴含着上古气息，封闭这么久，定然有无数延寿之物。哈哈哈！老朽的机缘到了。年轻人，这秘境如此之大，你那几个弟子再如何强大，恐怕也无法将秘境之中所有的宝物收入囊中。不如也让我等进去如何？放心，我等绝对不会打扰你那几个弟子。你们刚刚隐于虚空之中，眼看幽冥教做大，而不敢出手。现在幽冥教被我赶跑了，里面却急着跑出来了，当我可欺不成？误会误会，刚刚我们几人正想出手，却被你抢先了。我等可以拿出一些资源与你补偿，如何？过限者死！年轻人不要太张狂，你刚刚劈碎圣兵，恐怕已经将体内灵气消耗的差不多了吧？我等好言好语，你竟然不理睬，那就别怪我等不客气了。是他们，这二人可是1000年之前就已经成名的涅槃境强者，可以称为半步武神。本以为陨落，竟然还活着，此番实力合力出手，你如今叶道苍体内灵气根本不是对手。哈哈，看来你这所谓的规矩也不怎么样。老朽安然无恙的过来了，有能奈我何？老老实实接受我等刚刚的条件不好吗？现在你这条线中竟然隐藏了如此恐怖的剑意，就这样被一剑秒杀了！立刻传令下去，凡我宗门之人，谁都不可轻易触碰。竟是排名第3的仙凤圣火，乃是上古神风先帝陨落之时血液所化，不愧是上古秘境，竟能有如此机缘。快将其吞噬！这些最低的都是涅槃境强者的兵器，而且其中还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剑意。若是我能将其全部击败，突破至山顶，说不定我就能追上家主的步伐了。在本座眼中，世间一切武器不过尔尔，但这一矛一盾，却与本座灵魂相契。本座就带你们登上巅峰。竟是扎根在虚空之中，以天道至尊为食，内含至尊道韵，在其树下参悟，至尊骨就可重新长出，甚至会比至尊骨更强。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丰厚奖励。成了。冰，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实力提升至涅槃1成。万道归虚乃鸿蒙之体修行之法。冰，宿主所绑定天命之子各获得机缘，触发100倍回馈，获得先帝之心。先帝之心沉睡，蕴含先帝之力，随实力提升将逐步苏醒解锁，内有无穷灵力。这个任务奖励当真是丰厚。如今我虽然只是涅槃1宠，不过凭我如今身上诸多功法特殊体质，还有这颗先帝之心，就连武神强者也不是我一招之敌。家主，看来你们收获都不错。家主，不仅如此，我们4人出关之后正好碰到，商量后将秘境之中所有宝物搜刮一空。如今，这秘境之中只剩下一些零散的机缘了。这是那些宝物。
好，做得不错，我们走。太好了，总算走了。现在机缘是我们的了，还是走？这确定是上古秘境？怎么什么都没有？这屋子里竟然空荡荡的，连墙皮都被刮走了。你们这里也没有？我刚刚去了山上，连杂草都不见一根。叶家，你们太过分了！如今天地灵气复苏，即将迎来一个黄金大事，正是你们这般天骄争夺之时。叶家未来就靠你们了。家主放心，有本座出手，自当世间无敌。我一定会让叶家扬名，成为世间第一地族。别说骚话了，听家主说，要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我早就一巴掌将你镇压了。这乃是我身上一个法宝——悟道式。时间流速缓慢，内有悟道碑，还有可以打磨自身的秘境。从今日开始，你们4人就在里面修行了。是家主。我在遇见那所谓地主之时，身上已经有盘古之力，可他身上气息，却依然让我灵气逆转，仿佛与这方天地天然相克。等等，难道他们是上古时期曾入侵这方世界的魔族？看来他们要卷土重来了。那地主定是大地强者，彻底苏醒，我绝不是对手。也不知叶家第5个天命之子在哪儿？丁，系统检测，叶家天命之子被关押在一处秘境之中，即将陨落，请宿主前往。来了。此人体质当真是特殊啊！普通天骄被这吞天塔镇压，也就3、4天时间，体内神性会被彻底抽走，化为凡人，生死道消。可此人被抽了整整1个月，却依然活蹦乱跳，如此这般，岂不更好？地主虽然苏醒，但因当年自封自斩一刀，如今实力略有坠落，正需要这些神体恢复体质。我们能有所收获，绝对是大功一件。等我脱困，定要让你魔族荡而无存！小子，就不要痴心妄想了，这里可是我魔族秘境，已经封印100万年，根本无人可以逃出。何况有这吞天塔在，你纵然有滔天本事，也会被吸成肉干。你就乖乖的成为我魔族地主的养料吧！小子，你高兴的太早了。这方秘境可是地主大人亲自封印，虽然过了100万年，但准地强者都无法打开，没有人能够敌我。开！魔族还真是藏污纳垢。叶幕，天命之子，具有鸿蒙之体，未觉醒。鸿蒙乃天地原始之气，可塑造天地万物。只要觉醒，成就巅峰，便是无敌之资。是否绑定？又是一个点中点，绑定。终于绑定第5个了，不知第6个何时能够出现。我的成仙之路就在眼前。你是何人？竟然能打碎地主当年亲自布置的阵法！那阵法隔绝天地，就连天道都无法探查。你到底是用了何等手段？叶幕，你是叶家哪一个分支？叶家，你也是叶家之人？我是3长老后人。叶家出事之后逃到北域，谁曾想被这群混蛋抓住了？我是叶家家主叶道苍。家主，莫急，我现在便救你出来。等等，不要！家主，这吞天塔极为诡异，可以吞噬修为，只要进来就极难出去，这回可糟了。无妨，这天下还没有能困住我的地方。这功法你先拿去修行，可以让你体质彻底觉醒，恢复神性。多谢家主。
丁，百倍反馈已触发，恭喜宿主获得哮天犬，在上古神兽后裔绑定阵法之中，可占准地。这奖励当真是不错，因为叶家实力尚且不够，我无法离开叶家做事。如今倒是可以放心了。你就那叶道苍，叶家主最近坏了我魔族不少的事情，可当真是威名赫赫啊！只可惜你今日就要陨落于此了。你若在外，我们还真的无法奈何于你。可谁知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哼，这吞天塔可吞天，却吞不了我。哈哈哈哈哈！叶家主还真如传言之中的狂妄。既然叶家主有如此要求，那我们就满足于你。你也不必着急，我们会亲自送叶家之人下去找你。给我！是。不愧是叶家主，这磅礴之力当真是恐怖如斯。此番我们不仅灭杀了叶道苍，更是吸取了他的神性，地主定会重重奖赏于我等。这点吸力，连外面的清风都不如。既然你这么急着想死，就别怪我的不留情了。所有人随我出手，激发吞天塔所有威能，将他吸干！怎么样，叶家主？如今实力应该已经跌落到尘埃了吧？这就是你得罪魔族的下场！真以为破坏了我等几次计划，就可以视魔族于无物？有这吞天塔在，就算你是圣人，也无法。吞天塔无比坚硬，就算是准地巅峰，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点印记。怎么会突然裂开？不对，我知道了，是因为这个家伙，他体内能量太过庞大，吞天塔吞不下，被撑爆了。还算有个聪明人。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吞天塔可是能吞噬几万天骄，之前还曾经完整的吞噬过一尊沉睡的大帝。你不过涅槃境界，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灵气？吞噬大帝，但能吞仙吗？我体内可是有先帝之心。虽然未曾觉醒，但内部灵力我却可以动用。先帝之心1/1的能量，就足以让这吞天塔承受不住。不是你，触发100倍回馈。恭喜宿主实力提升至我神6重，准仙发1根，绑定对方神魂，就可直接将对方灭杀。多谢家主相助，不然我还真逃不出这里。北域之中有多少叶家之人？大约有3000多人。你手持我家主之力，前往叶家分支，叫他们全部带来。是。走吧。废物，就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可知那秘境之中隐藏着上古隐秘，对我大有注意。你，地主，你也看到了，那叶道苍手段频多，诡异异常，居然能够硬扛圣兵，直接将其劈碎。教主，地主，不好了！我魔族一个隐藏秘境，直接被叶道苍摧毁，吞天塔碎了。什么？那吞天塔可是吸收了100万年无数修士的神性与灵气，就这么被毁了？地主息怒啊！叶道苍都是有大气运之人。若他存活，对我魔族绝非好事。只可惜如今我身躯只恢复6成，还不到苏醒的时候。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请地主吩咐。我沉睡之处，
还封印了魔族的几位强者。我会将其中一尊准帝唤醒，他本体特殊，不死不灭。虽然此时苏醒，将再无寸进可能，不过等我成仙，自会补偿于他，让他亲自出手，斩杀叶道苍。准帝强者出手，叶道苍必死无疑。哼，只要叶家覆灭，尔等速速派人将叶家宝藏带回。是。旺财，叼回来。我知道你是哮天犬，又名吞天兽，有上古神兽血脉，那又怎么了？在我叶家，你就是看家护院的旺财，再不去，我把你做成狗肉火锅。家主，风陵县已经扩建完成，现在改为风陵城。我已对外散出消息，有不少流落在外的叶家子弟归来。如今叶家之人已经突破了10万人。好，人越多越好。家族中的年轻一代已经按照家主吩咐进行培养，确实出现了不少好苗子。这只狗为何有一种让我心悸之感？仿佛我正在面临无尽深渊，一口就能将我吞噬。这绝非凡物，怕是上古神兽啊！家主果然厉害。家主啊，这狗……它叫旺财，以后就是咱们叶家的护族神兽。旺财，记住，不准欺负叶家人，不然……丁，魔教唤醒一尊魔帝，准备暗杀宿主，剿灭叶家，请宿主解决危机。完成任务后获得丰厚奖励。长风，马上发布家主之令，所有在外的叶家之人立刻归来，有臭虫上门了。是。旺财，走。一个小小家族，竟给我魔族造成如此大的麻烦。地主竟提前唤醒我亲自出手，我倒要看看这叶家到底有何本事。护族大阵嘛，这阵法倒是精密，只可惜在准帝面前就是蝼蚁。哼，本地魔币没有隐藏踪迹，大摇大摆进入，竟然没有一个叶家子弟发现。倒也好，就让本帝一掌灭杀你们！灭，能死在一尊准帝手中也是尔等的。怎么回事？这可是本帝的本命功法，大天造化掌，就算是比我高上1、2重境界，都不敢应接，怎么会突然消失？莫非是因为我自封太久，不熟练了？再试一次，大天造化掌！谁？是谁？准帝强者也不过尔。我从进来开始，神识全开，他就在咫尺之遥，我竟然没有发现。你是何人？叶道苍。你就是那叶家家主，实力不过武神，怎躲开我神识探查？你们地主手下都是如你这般愚蠢吗？庶子大胆！你不过是身怀宝物，侥幸逃过我的探查，原本夹着尾巴跑就好了，竟然还敢在本帝面前现身！区武神，本帝弹指可灭！今日就是让你知道什么是准帝一怒，横尸万里！
好恐怖的气息！这是准帝级别的强者！天哪，这天地之间居然还有准帝！叶家是怎么招惹到如此恐怖的存在？叶家如今风头正盛，我本想来此经商能大赚一笔，没想到竟然要被殃及池鱼。叶家一灭，咱们也难逃一死啊！哼，你还不配我出手，我的狗就能打败你。叶道苍，你竟然敢侮辱我不如狗！我定要生生抽出你的神魂，让你受尽痛楚而死！叶家主是疯了吗？竟然让一条狗出战，这可是准帝强者，在他们眼中，武神都是蝼蚁，何况一条狗？快，我们快逃！现在还有一线生机。准帝强者威能可遍布万里，我们能往哪儿逃？今天怕是必死了。叶家人撸我狗头，拔我狗毛，我只能忍着。今天你既然敢送上门来，那正好拿你出出气。准帝强者被一条狗拍飞，这是神兽啊！天哪！之前我路过叶家之时，还摸了摸旺财，没想到他竟然是一尊能够抵抗准帝的神兽。叶家的底蕴也太恐怖了！准帝3重的神兽，你连狗都打不过，还想灭我叶家？本帝自从突破到准帝境界，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今日本帝必要灭你们！地元之火焚尽万物，这位准帝级别的强者竟然在烧准帝本源，将所有本源威能聚集一起，可以爆发出无比恐怖的威能。那条狗虽然厉害，但这下恐怕保护不了叶家了。这火球之中的恐怖地威，只需要泄露一点，叶家便会荡然无存呐！本帝虽然燃烧了准帝之躯，但只要灭了你叶家，地主就会奖赏于我，帮我恢复本源。所以你叶家必亡！去！好可怕的力量，竟然可以直接撕裂虚空！这道攻击，怕是已经接近大帝级别了吧？这应该是这位准帝强者的最强一击，只要爆开，方圆万里之内会瞬间化为虚无，我等怕是会尸骨无存了。旺财，你不是饿了吗？尝尝。蠢货，他若是护住你，现在逃离，你还能有一线生机。但你竟然让他吞掉地元之火，哪怕这畜生有准帝实力，也会被焚烧干净。你们都什么？那蕴含的准帝本源，足可以撕裂虚空，化一切为虚无的恐怖本源之火，就这样子被一口吞掉了。这旺财难道是传说中可以吞噬一方宇宙，连仙人都可以炼化的吞天兽？你们是否看到刚刚旺财身后那道虚影？与书中记载别无二致。这旺财真的是吞天兽，叶家竟然把吞天兽当成看门护院的狗。最重要的是，旺财还乐在其中。这吞天兽竟然是吞天兽！上古神兽早就在远古仙战之中陨落殆尽，你叶家怎么会有？太吵了，所以你还是永远闭上嘴巴。叶道苍，就凭你也想杀我？虽然无法奈何你叶家，但你们谁也留不下我！空间神符！空间神符是那位上古时期以空间法律成就大帝的虚空大帝为家族所造之物，只要捏碎，就会被虚空之力包裹，立刻传送走。
没错，哪怕是大地神石，也无法找到被空间神符传送走之人。放跑一尊准帝，叶家日后麻烦了。想跑？先帝之心，混沌神瞳。先帝之心，我已经解锁一小部分，以其中之力动用混沌神通，果然可看穿一切虚妄。锁定。这可是虚空大帝的空间神符，只要捏碎传送就不会被发现。我地主之前就靠此躲过了几尊大帝的追杀，你竟然能强行打断传送！我叶家风景不错吧？你这话何意？我准备将你的尸首挂在城门之上，一尊准帝之躯，应该可以震慑一些宵小了。叶家主此番所为好生霸气，如此一来，叶家人就是上了一道护身符，我连准帝都能杀。何况你们？看来我来叶家经商果然明智。你刚刚不还说后悔，准备搬走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休要胡说！你竟敢如此侮辱于我！这一次算本帝认栽了。叶道苍，只要你放我离去，我绝对不会再和你叶家为敌，如何？你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你以为地主为何只唤醒我，不唤醒别人？我这身躯只不过是我本体的一道化身，我这真身庞大无比，不死不灭，就算是大地强者降临，也杀不了我。你大可以让我这道身躯死去，届时我可以再凝聚一道化身，暗杀你叶家外出之人。我想起来了，古籍中曾经记载，魔族之中有一位准帝，其真身隐藏在无尽火域之中，堪称不死不灭。叶家麻烦大了，你还不配。无论你的本源是何物，我一根发丝就可斩你真身。哈哈哈哈！杀我真身，还有一根发丝之力，你以为你是仙人不成？我虽没有成仙，不过我杀你的真身，我想应该是足够了。叶家主，难道真的想用一根头发来剿灭无穷无尽的真身？这怎么可能？叶家主所做之事，大多数都让人难以置信，但每一件都做到了。我等只需安静的看着便好。没想到竟然真的被你找到了，可找到又能如何？一根头发而已，本帝丝毫不惧。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你这头发之中到底蕴含着什么力量？就连凤凰一族的涅槃圣火都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你仙力！不！这可是准帝啊！是啊！准帝，那可是准帝啊！今日我等竟能见证准帝消失。叶家家主不过50岁，叶家必成顶尖家族，说不定举足飞升。速到！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实力提升至圣人境，获得奖励10大神体，宿主可将神体给予叶家任何之人。这个奖励倒是不错，留着以后再用，以备不时之需。来人！家主，将此人的残躯挂在城墙之上，犯我叶家者，下场必是如此。是。如今我的身躯已经恢复80%，只要将叶家宝物带回，我全部吸收，就可全部复原。届时，陨落了！这不可能！老三本体可在无尽火海之中不死不灭，怎么会突然陨落？叶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天地秘境！哈哈哈！天助我也！你立刻带人前往天地秘境，此番必须要拿回奖励。可是天道秘境受天道庇佑，不可动手。放心，
我会再唤醒5尊准地9重，待残破地冰，封锁空间，屏蔽天道。此番他必死无疑。家主，你可真是吓死我了！你若出事，我们整个叶家可如何是好？发生了什么事？天地秘境开启了。天地秘境，那是何物？这方天地已经贫瘠了100万年，不要说大地，就连武神级别的强者都少之又少。不过，如今这一切即将结束，黄金大势即将开启，天道降临，开启天道秘境，引各方天才打擂，凡能进入秘境者，都可获得奖励。什么？居然如此逆天！大长老，不仅如此，我师尊告诉我，若是能进入前10，能获取无上传承。丁，触发任务，带领叶家人前去参加天地秘境，夺取天地人3个级别擂台所有榜首，可获得超级奖励。丁，系统提醒宿主，天地秘境中会有第6个叶家之人线索。叶晨，你们5个，长风，在家族之中再找几个资质上佳者，随我前去。是。总算有第6个叶家子弟的线索，我的成仙之路即将开启。届时，所谓地主，不过是一巴掌的事。怪不得只要进入天地秘境就可以获得奖励，原来这入门条件就如此苛刻。只有在这天道石碑之上能留下痕迹者，才能入内啊！是啊，这天道石碑乃天地意志所化，非天赋恐怖，实力决然者连触摸的资格都没有，何况留下痕迹？唉，我等只能错失此番机缘了。天道石碑嘛，倒是有趣。我当是谁？原来是叶家家主叶道苍。你最近风头极盛，连准地强者都能斩杀，老夫当真是佩服得很呐！怎么，你想去见那个准地？叶道苍，你在外可以胡作非为，但这周围可被天道笼罩，任何人不得动手，否则会永久丧失资格。呵呵，靠取巧起家的家族果然底蕴浅薄，你叶家这点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进去。与你何干？哼，我幽冥教传承100万年，此番带来近100名天骄，也只有10几个人可以进入。你叶家不过100年，就怕是要全军覆没了。若果真有本事，让我等开开眼，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我如今已经突破到圣人境界，已经可以动用异常的献帝之心力量，压制天道不成问题。果然，只靠外物的废物是没有资格进入这天地。天道石碑可是天道的化身啊！无尽岁月以来，有数十尊大帝曾来此处，哪怕动用无上威能，天道石碑都丝毫不惧，只能留下几寸凹痕。叶道苍竟然能让天道石碑裂开！刚刚那一瞬间，我好像听到了天正在哀鸣。这家伙的实力，如今连天道都在避让吗？在上面留下痕迹。看来你幽冥教的天骄也不怎么样，怪不得你们的准地不如狗。哼，你休要得意，不过只是能进去而已，获得魁首的奖励，一切还是要依靠实力。我们走。什么？这么轻易就留下痕迹？我等全力一击，连表面的灰尘都未曾震动啊！快，这可是好时机，我等速速上前！对，他们不过天人境界就可以留下痕迹，我们实力比他们强大太多，也可以。 什么？这么轻易就留下痕迹？我的全力一击，连表面的灰尘都未曾震动啊！快，这可是好时机，我等速速上前！对，他们不过天人境界就可以留下痕迹，我们实力比他们强大太多，也可以。 也可以。
为何几个天人境可以，我们就不能？我知道了，是刚刚叶道苍，他凭一己之力直接压制住了天道，天道竟然都不敢触其逆鳞。本以为天地秘境那绝对公正，原来也可以作弊，只是我们实力不够啊。未满15者参加人级擂台，15至20岁地级擂台，20岁以上者天级擂台。天级擂台。家主，我们5人都已经20岁，另外2个擂台无法参与了。无妨，你们几人中选1人，只管夺取天级擂台即可，剩下2个擂台我自有办法。那我去吧。就凭几个天道级别的蠢菜，也想夺取人级和地级擂台魁首，他们可不是我幽冥宗的对手。王腾，我爹说了，我有大帝之资。这是幽冥魔体，这可是这传说之中汇聚地府之力，可吞噬无数灵魂，能生生抽出大地魂体的恐怖体质。上古之中曾经就有那么一尊存在，引发了黑暗暴乱，9尊大帝一起动手，才将其镇压。幽冥教传承100万之年，底蕴果然深厚。这般体质内含无数幽冥之气，只需要对视一眼，就会立刻被幽冥之气侵染。幽冥教果然是有备而来。王腾还有3天才满15岁，但实力已经达到神桥巅峰，配合此番体质，人级擂台可称无敌。叶道苍，你叶家拿什么来挡？如此弱小，也想胜我叶家？我随便找出1人就能败他。哈哈哈哈！叶家主真是好大的口气！幽冥魔体就算同等级，也唯有太阳神体才可相可。你这叶家之人资质尚浅，毫无神性，别想打败王腾！哼，手搓一个不就好了？你现在为太阳神体，可克制一切邪祟。去吧。太阳神体具有至刚至阳之躯，乃天地最为罕见的神体之一。这叶道苍还想手搓一个，把这当成路边大白菜了。我还以为叶家主能有何等本事，原来竟如此荒唐。王腾，不必留手，直接斩杀，让我们好好打一打叶家主的脸。若放在平时，你这般蝼蚁则不配让我出手。今日能死在我的手下，是你的荣幸。叶道苍，看起来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这太阳神体在哪儿呢？老夫怎么没有见到？哈哈，太阳神拳！这火焰蕴含着极强的火焰法则，隔着这么远，却依然觉得炙热无比，体内灵气都快被焚烧了。这竟然真的是太阳神体！叶道苍，难道真的手搓出来一个万古罕见的体质？这怎么可能？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就算是手段通天，可以横贯万古的传说级大帝，都做不到这种程度吧？这般恐怖体质，怕是能够夺魁了。你耍诈！这叶家之人必然本就是太阳神体，你是用了什么东西遮败他的体质？哼，侥幸赢了一场。先别得意，这一次，你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没有废物的神体，只有废物的人才。植物。兔子，我靠，这搭配也太离谱了！生生不息，竟然是恢复能力最强的生生不息体。此体质极为亲和，属于木性体质，只要周围有木属性之物，受再重的伤也能瞬间复原，堪称不死不灭。就算耗，也能把一个人活活耗死。去吧，我正好有些饿了，把那只兔子拿下，烤了。是。食物缠绕。6道轮回拳，6道轮回体，
体竟然是微动轮回体，此体之中蕴含着强大的轮回之力，可沾染空间，影响时间流逝，让万物瞬间轮回。唐二靠万千木属性植物达到不死不灭效果，可这轮回之拳直接让这些植物送往轮回，立刻枯死，唐二便没有了生生不息的源泉，立刻被轰飞了出去。夺魁者叶悠然、叶黄、叶浩，奖励天道灌输1次，体质洗刷1次，2道大地精血，顿悟5次，修行速度提升3成，秘药10株。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实力提升至准第1成，宿主可化出分身，拥有本尊所有神通实力，触发100倍回馈。恭喜宿主获得地级剑意时间法则。家主，幸不辱命。做的还算不错，回去吧。叶道苍，你们走不了了！今天新仇旧恨，我要与你一同清算！那是残破地气，无畏准地9重。幽冥教底蕴如此深厚吗？竟然有5尊准地9重强者，残破地兵。不对，其中一人为何看起来有些眼熟？魔族，他们是魔族强者。这等强者阵容，连天道都可以镇压，可以横推所有势力，竟然只为了杀一个叶道苍。真是好大的手笔啊！叶道苍，你屡次3番坏我魔族好事，早就应该想到会有今日之下场。就算你能杀准地1重，难道你还能灭杀5尊准地9重不言？不过是一堆垃圾罢了。事到如今还在嚣张，找死！与我一同出手，灭杀了他！一气化3清，去！叶道苍，你本体都不是这准地9重强者的对手，竟然还敢托大用分身对抗？难道你要想逃跑？做梦！这方秘境已经被地兵锁定，你逃不掉的！来来来，尝尝兔子肉，不愧是10万年的灵兽，味道到底是不错。先灭杀这些分身，再斩杀叶道苍。分身也不过如此，这点微末实力，岂敢与我等？不对，这是准地实力，大地剑意，他不是只有武神境界吗？地之剑意，神臂！叶道苍到底是何等实力？一剑斩5帝，哪怕是太古岁月，也没有人做到此等恐怖之事啊！魔族洞如此大的干戈，召唤出5尊强者，竟然连一个照面都没有撑过，直接被秒杀！你不能杀我，地主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就是你的遗言吗？地兵，去！滚！这东西不错，可以拿来烤肉。家主说的没错，还敢反抗，再乱斗就让家主灭了你！这叶家之人行事都如此狂野吗？那可是堂堂地兵，一巴掌拍飞了不说，还用来烤肉？看那些叶家子弟，明显是受到了叶道苍影响，行事作风当真是异于常人呐！听系统检测其记忆中曾抓捕叶家第6位天骄，
正在搜寻关押之处，丁已锁定。阴沟里的老鼠，找到你了，地主，救我！死！刚刚那窥视之感是叶道苍。若再给他一段时间成长，岂不是连我都不是他对手？我正处在关键时期，若被他发现，强迫一战，虽然有把握可以将其打败，但我的身躯怕是也坚持不了太久。现在唯有提前开启计划，吸收神体和至宝，100万年积累，应该也差不多了。等我登临真仙之境，就可灭掉叶家，吞噬叶家所有气运。你们几人马上回到家族之中，我出去一趟。是，家主放心。回去告诉长风，让他召集家中所有之人，随时等我的命令。谨遵家主之令。我倒要看看你这条老狗要躲到什么时候。这应该就是魔族大本营了。这方秘境面积极大，与南域相不脱，至少应该有1万人口。为何一个人都没有？那个地主应该就藏在山洞之中。好了，不愧曾经是大帝级别的强者，果然是敏锐啊，竟然逃掉了。我虽然实力提升，但想打败他也需要耗费极大手脚，他却不战而逃。神元可以封闭气息，锁住自身，减少生机流失的神元。这东西早就已经被历在古之大帝瓜分，存量极少。看来这个地主深知区腐败已经到了末路。这地底深处竟然有一个巨大的血池，最深处深达万米，想填满如此深的血池，需要无数的生灵。怪不得这秘境之中一个人都没有，都被他活活吸收了。怪不得此人要让幽冥教抓捕神体，搜寻天地至宝，是想吸收其中精华，突破桎梏成仙。只要他成功，必会找叶家复仇。麻烦了，不过还有一线生机。无妨，你师尊屡屡帮助家族，培养家族后辈，为家族培养了不少炼丹人才，理应如此。家主，按照您的命令，我们已经派出叶家之人到处剿灭幽冥教。如今幽冥教几乎全部断绝，但依然没有您说的那个人的消息。整整1年过去了，那家伙竟然还没有露面。虽然如今我已经突破到准地9重，可依然有些隐隐不安。家主，北域那边又有2个秘境出现，您看……还是老规矩，你带队。这感觉是仙的气息。不对，我有仙帝之心，可以判定仙的实力。这股气息虽然沾染了仙的威能，但是并不纯粹。丁发布任务：地主出关，要突破真仙之境，阻止其成仙，拯救第6个天命之子，将获得暴击奖励。长风，秘境之事暂时搁置，没有我的吩咐，不准外出，一切从我命令。这是何人？为何要在天空之中攀登台阶？这是做什么？星空滚落，登仙台！天马，
这是登仙台阶，只要登上尽头就可成仙。什么？这方大陆已经有100万年未曾有仙出现，难道今日我等要见证一尊真仙吗？这真是我人族之幸啊！尔等猜的没错，我确实即将成仙，只不过本仙可不是肮脏的人族，而是魔族。魔族？竟然是魔族！我想起来了，我宗门之中曾经记载着100万年前一场大战，将魔族大帝镇压，没想到他竟然没死，还活着，而且即将成仙了。此人若是成仙，这方天地岂不是会变成魔族肆意之地？100万年前他是大帝，我人族也有大帝强者，可如今他即将成仙，我人族却什么都没有。完了！等我成仙，我会打开魔界大门，让尔等成为魔族的养料。你成不了仙。你就是那叶道苍，没想到短短1年，你竟然达到准地9重境界，看来你身上果然有大气运，只不过这一切都将是我的了。丁，系统检测，第6位天骄已经被地主吸收，但神魂未灭，可以救出。系统赠送1次抽取之力，只要触碰其身体，就可以将此神魂抽出。这就是最近风头极盛，堪称大陆第一家族叶家家主叶道苍，他竟然达到准地9重了。不过就算有如此实力，也无法阻止成仙啊！魔族大人，我等与魔族并无冤仇，叶家家主之为，我等并不赞同，我等愿意成为附属使力。是，指望仙人能给我们留一条生路。叶道苍，看到没有？你所保护的人族不过如此，他们不过一群鸡鸣狗盗之辈。我今日所为，只为保护我叶家，你绝不会成仙。哼！我筹谋100万年的时间即将成功，岂能容你再次放肆？时间长河！本仙现在还不能出手，就让一些古人好好陪你玩一玩，等本仙成功，再亲手灭杀尔等。抬手就能召唤时间长河，这可是仙才能有的手段。天哪，他已经摸到了仙的门槛，完了，我们这些人都要成为魔族的食物了。叶道苍，都怪你！你要是不触动仙人，怎会如此？闭嘴！这位大人竟然能从时间长河之中召唤出古之大帝的身影。他们虽没有全盛之时的实力，但依然是大帝级别的恐怖存在啊！随手就可召唤古之大帝为其作战，这种难以想象的手段，就是仙的能力吗？他们还杀不了我。叶道苍，你根本不知大帝的恐怖之处。虽然大帝与准帝只有1层之差，却是天差地别。这些虚影，一根手指就能灭杀于你，他们不敢。这家伙难道是在慌乱之下口不择言了？古之大帝那可是天地之间最强之存在，世间邪兽进去深渊即可镇压，杀他如杀狗啊！就算现在人族有大帝存在，也依然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光是这些古之大帝的虚影，就足以让大帝强者喝一壶了。那我倒要见识见识你的实力，有没有你的嘴那么硬？去！这就是大帝的威能吗？相隔万里之遥，天地都快裂开了，你们看，天道都在疯狂退让。恐怕都不需要这些大帝强者亲自出手，光是这些威压就能把叶道苍直接捏碎了。参见帝君。怎么会这样？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竟然会让这些古之大帝行礼？帝君？帝君是什么存在？叶道苍，
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连这些大帝都不敢冒犯。这几位大帝强者可是来自于不同时空，相隔最远，足有几百万年，竟然同时口喊帝君，太不可思议了。我体内的先帝之心已经觉醒了一半威能，可以发出准仙级别的实力。这些大帝强者感知到先帝气息，自然不敢对我动手。这就是你的手段吗？哼，虽然我现在正在登仙堂中无法亲自动手，但杀你还绰绰有余。我的底牌多着呢。虽然古之大帝不敢对你动手，但时间长河却可以将你湮灭。时间长河，现。时间长河，给我洗洗澡还差不多。啊！这可是时间长河，内含最强的时间法则，普通人只要触碰一点点，就会瞬间腐坏。就算可以转世轮回的灵魂，就会被撕成粉末。叶道苍这是疯了不成？竟敢说拿时间长河洗澡，他怕是要化为虚无了。到底是微末实力，不知者无畏啊！时间长河，就连本仙都不敢轻易触碰，就凭你也敢在其中洗澡？你做不到，并不代表我做不到，只能说你太弱。那好，本仙倒要见识见识，你是如何在其中洗澡的。去！你竟然敢不躲避，真是找死！怎么，你不是不想让我成仙吗？你不是说要用时间长河洗澡吗？怎么动不了了？狂妄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力道还算不错，只是有点凉，我不太喜欢，所以就碎了吧。给我碎！这怎么可能？你竟然能硬刚时间长河，还能捏碎？不对，时间法则，这是时间法则！你竟然领悟了完整的时间法则！还算是有些眼力，怪不得你可以越级而战，能灭杀准地9重。原来如此。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成为大帝，而且是最强的那种。只可惜，大帝在仙的面前不过是蝼蚁而已，抬手可灭。今日就拿你的项上人头作为本仙的成仙之礼。很难吗？那就让我帮帮。你竟敢靠近登仙台！这登仙台可是连接这方世界和仙界通道，内有无数恐怖紊乱法则，没有大帝巅峰的实力，只要靠近，就会立刻被撕成粉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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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结局却无法阻止，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绝望？哈哈，我最喜欢看别人绝望的表情，你也不例外。
谁说我要登上登仙台才能阻止你？怎么，你想站在那里用剑杀我？可笑至极！我刚刚已经说过，这灯台周围有无数法则，你的剑气根本靠近不了这里。叶道苍当真是疾病乱投医了，对方成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现象，我等无力再阻止了。这方世界又要陷入浩劫之中吗？才和平了不到100万年的时间，又要引起黑暗壮乱了。谁说阻止你成仙只有斩你这一条路？你此话何意？仙，你身上竟然也有仙的气息，这怎么可能？不对，这股气息更加恐怖庞大。仙帝，你竟会有如此恐怖机缘？莫非吸收了仙帝精血？哈哈哈！就算你能发挥一丝丝仙帝之力，又能如何？我受两方天道保护，你根本伤不了我。等着吧，本帝要好好品尝你的血肉，就差最后一步，本仙就可以登上。你要做什么？斩不了你，就斩断登天台，仙帝斩！哇 ！Yes！ 你竟然斩断了登仙台！啊！每个人只有一个登仙之台，你是断绝了我的成仙之路！哼，我说了，你这条老狗不能成仙。虽然我如今无法成仙，但是我已经达到准仙之境，而且是准仙巅峰，依然可以杀你。不，我不能杀你。我要将你炼制成傀儡，让你召唤登仙台。我要走你的登仙路，成仙。所以，乖乖将你的神魂交出来吧。这就是准仙巅峰的实力吗？果然强大。你刚刚不是很得意吗？怎么就这点微末实力？虽然斩断了登仙之路，但是准仙实力在这方世界依然是无敌存在。我筹谋了无尽岁月，才有了今日结果，但却被你破坏了。我很生气。我会让你品味到比地狱还要痛苦100万倍的折磨。你笑什么？你的末日到，抽出！我还没死，没有被彻底炼化，真是吓死我了。丁，天命之子，9世轮回之身，叶无德乃上古最强大帝，修饰轮回之法，转生9次便可红尘之仙，此乃最后一世，是否绑定？绑定。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仙帝实力，成就仙帝之躯。好痛啊！那些神魂神性已经被我炼化，竟然都被你抽出！
我要千倍百倍的偿还。太弱，太弱。先帝，你竟然成为先帝！不可能，不可能！叶道苍，我错了，我不该与你为难。我是准帝，我可以为你做事。如果你不放心，可以设置奴仆印记。你这种肮脏之徒，太脏了。不，为什么会这样？我创建幽冥教，隐藏无尽岁月，眼看就要成功，竟然被你破坏了！不！家主，如今我们家族之中又出现了3尊大帝，加在一起已经有足足12尊了，可谓是这方大陆从未有的事。家族现在有多少人了？没有详细统计过，那肯定有10亿了。每年诞生的天骄数不胜数，需要好几本名册才能记载完成。这方天地太过狭小，资源已然不够，是时候离开了。如今家族已经有自保之力，我留在这里已然无用，我自行离开。其他人留在家族之中吧。这么快？届时我会在仙界等待尔等，指望后人能早日登陆仙境。是，不必如此。你我终有相见之日。当我实力足够时，我将打开通道场，现将不再是一件无比困难之事。谨遵家主之令。你们6人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大地不过是起点而已，仙域之中强者如云，尔等切莫松懈。走。